為促進社區消費，提振市場信心，特區政府於4月10日至6月18日期間推出為期10週嘅2026社區消費大獎賞。今次活動作出2項優化：一、調整抽券同埋核券嘅時間，改為週5至週日消費抽取電子優惠，喺緊接嘅週1至週4核銷。抽券方式同埋抽獎次數不變，用手機電子銀包支付滿50元，可抽取3次電子優惠。可以喺全澳逾2萬間合資格線下商戶核銷使用，單筆消費金額3倍可核銷，同一時間可使用多張電子優惠。二、政府繼續向合資格長者同埋殘疾人士發放消費勒減優惠500元，改為透過有效澳門通、長者卡或殘疾卡拍卡領取。喺活動期間可以5折優惠購買總值1000元嘅商品或服務。今次消費優惠總預算近4億元，其中電子優惠3.2億元，長者及殘疾人士消費勒減優惠7500萬元，以促進本地經濟內循環。